与4个孩子一起住在土耳其的伊尔诺尔·萨迪克女士向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部讲述了她丈夫的故事。她丈夫目前被中国囚禁。她说，她丈夫乌鲁木齐唐努尔国际贸易公司创始人麦麦迪·以明·阿卜杜拉于2017年10月被绑架，于2017年10月被拘捕，并无辜被拘留在集中营中。后来她于2018年中被判处15年监禁，目前关在乌鲁木齐的某个监狱服刑。伊尔诺尔女士说，丈夫的判刑理由是她因出差而多次出国，特别是向住在土耳其的家人汇钱。她说，除了丈夫外，她的4位叔叔被关押在和田的集中营。她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做出强烈反应。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2周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至少有27家中国公司参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行的强迫劳动，并且这些公司是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供应商。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路易大学的学生理查德·阿尔特和本杰明·罗卡于3月20日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有法律和道德责任。这篇文章强调指出，现在是美国公司调查有关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的时候了。海关和边境管理局等美国机构应强制美国公司检查供应链以解决此问题，并要求所有公司都检查其供应商。武汉肺炎蔓延至美国，美国参众两院分别有议员提出2项议案，要求中国为处理武汉肺炎疫情不当、隐瞒疫情等负责。有议员更要求中国为加剧武汉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赔偿。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向参议员提出议案，要求就中国在疫情上的谎言及行为展开全面调查，指中国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初期犯了多个严重错误，以加剧疫情的严重性及传播范围，包括刻意传播错误的讯息、淡化武汉肺炎病毒、拒绝与国际卫生专家合作、对医生及记者做内部审查等。共和党众议员斯蒂芬·尼克引用霍利的议案，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设计一种赔偿机制，要求中国为此赔偿，但未说明具体金额。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24日通话后，伊朗外交部发消息称，两国部长讨论了与武汉肺炎大流行的相关问题。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德黑兰当局的抗议武汉肺炎病毒斗争以及阿富汗的政治发展。两国部长还就美国对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制裁交换了意见。消息指出，拉夫罗夫强调称，俄罗斯联邦坚决呼吁华盛顿立即解除妨碍有关国家政府全力抗击武汉肺炎的反人道制裁。全球范围内感染武汉肺炎病毒的人已超过41万人，死亡18295例，治愈了17000名患者。在土耳其，感染武汉病毒的人数已上升至1872，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4。在意大利，遇难人数为最多，过去24小时有743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5682人。在西班牙，过去24小时内有514人死亡，该病毒导致的死亡总数达到2696，新感染数为6584，使总感染数为39673。在美国，被诊断出的人数为46481，死亡人数为593。同时，在欧洲共有26名土耳其人死于武汉病毒，其中6人住在荷兰，12人在法国，3人在比利时，3人在德国，1人在英国，1人在奥地利。